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胡适三大指数集体反弹，这是个弱势反弹，跌多了喘口气。截至收盘，沪指涨0.71%，深成指涨1.14%，创业板指数涨0.7%，一共有4000多只股票上涨。这个大家恐怕也看到了在下午股市这个指数万分危急的关头银行股、券商板块这金融板块再一次一马当先国家队出手了，再一次挽救这个指数。虽然沪指是略有反弹，但是这个大家的心里都清楚，后面是逢高减仓，是逃命的绝佳时机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成交量摆在这儿，今天成交量也只有1万亿出头，连续几个交易日就在1万亿左右，所以本周还有3个交易日，很有可能这个成交量跌到1万亿以下。这个就说明很多资金已经离场，很多资金包括这个金融消费者盼着反弹，实际上是想减仓离场，对吧？请求给次机会不知道胡适给不给机会如果后面1-2个交易日如果有一个中阳线反弹，千万不要以为牛市又回来了，对吧？这是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逃命因为今天虽然是这个金融股银行股、券商股一马当先，但是今天反弹比较多的还是小盘股。这小盘股涨了6-7个点的，非常多，也就是很多金融消费者今天已经略有减亏在后面的交易日如果再弹一下，实际上就是要学会止损出局这种反弹弱势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没有量一直在萎缩。现在已经1月份了A 股的这个上市公司业绩披露基本上这个时间表已经定了，尤其是个 A 股的上市银行2024年度成绩单，对吧？披露时间已经确定。根据交易所公开信息，平安银行将于3月15日公布业绩，它率先公布然后是3月28号、3月29号两天上市银行将迎来一波年报披露密集期，共有18家银行集中在这2天发布成绩单。4月25号到4月30号，共有14家银行披露年报。实际上他们还有个业绩快报，这个业绩快报，银行的业绩快报基本上8九不离10为什么这么关注银行股的业绩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顶在3200多点呢，全靠这银行股顶着的。一旦银行股披露的业绩不及预期，接下来的这个场景大家是可以想象的。我在想这银行股的业绩它就是休市它还能休市几年？丑媳妇要见公婆炒股是炒预期，对吧？如果银行股的收益，它的盈利增速下滑，营收增速下滑，如果双下滑，趋势成立，对吧？这个对股市这个指数恐怕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微盘股我今天看了一下，大概有300多只小盘股，它已经创了本轮牛市启动以前就是9月27号还是24号新低就是说有300多只股市的股票，现在的这个股价比9月24号还要低但现在点位是3200点了，这什么概念？这个都是银行股、券商股这就所谓的金融股造的孽还有一个数据可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谁把钱赚走了。这是2025年1月4号星期六长江商报报道说中央汇金换帅，半年投入4625亿救市，控仓股9家金融机构累赚5.7万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国家队他这么报道的他说有着国家队之称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换帅。2024年最后一天，中央汇金发布关于董事长调整情况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张青松担任公司董事长，彭纯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汇金总经理、副总经理也已完成更替。根据官网报道说成立于2003年的中央汇金目前参控股9家金融机构，就是那工行什么建行都是中央汇金是大股东截至2024年6月底，总资产达7.76万亿。2024年半年报显示，成立21年来，中央汇金累计投入1.07万亿元，累赚5.7万亿元，增值约5.5倍，21年增值5.5倍，赚了5.7万亿。从财报看2023年底，中央汇金交易性金融资产1193亿元，较2022年底增加489亿元。
2024年6月底，中央汇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猛增至5818亿，较上年底增加4624亿。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主要是中央汇金出手，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国有大行股票，买入 ETF。中央汇金一共出手4600多亿，就是买了 ETF 和国有这个几大行的股票。而这国有几大行的股票呢，股价也不负众望。2024年中央汇金增持的工农中建四大行股价屡创历史新高，涨幅分别达 45%、47%、38%、35%。我们按平均40%算吧，好算。中央汇金上半年还不算下半年，这下半年呢，就是2024年，保守估计他赚的钱该在2000亿以上。就是通过股市国家队不负众望。老有人说胡适没人赚钱，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胡适也有人赚钱，那就是国家队。还社保基金呢，社保基金年化收益是7%好像不止吧，还有10%，这些都是赚钱的。那胡适它是个零和博弈，甚至是个负的博弈，就是你那个印花税要抽掉，券商的交易那个佣金要抽掉，然后那个公司 IPO 的时候钱要抽走，大股东增发钱要抽走，等等不停的从池子里面抽水走。在这种情况下，那池子的水不停的减少，然后国家队还赚钱，社保基金还赚钱。那么问题来了，谁赔钱呢？散户说希望游资赔钱，游资说希望量化赔钱，量化说希望基金赔钱。我觉得是大家自己商量的办法，看谁赔钱比较合适，对吧？最终是金融消费者消费赔钱呢。大家看视频。哇，厉害！大哥，你给干？切，这有啥不干的？这不简单很吗？看好吧呀呼！怎么样？厉不厉害？再来一个！哎呦我的妈！这个活脱脱的就像散户一样，学游资学量化，偶尔的赚到钱了，但是不收手，最后就掉水里。如果金融消费者还没有看出这个本质，还在梦想着牛市梦想着牛市之后他就能赚钱，他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他把那几万或者几十万放股市，然后就是通过一买一卖，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干活，不劳而获。完了，然后他还说他赚钱了，他去消费，买房子买车子。你以为别人真相信你对吧？人家让你进来是让你消费的，让你在这儿消费，你还琢磨着赢了钱赚了钱之后出去消费，人家让你好不容易把你骗到赌场，让你在赌场就直接消费了。你说你在赌场挣点钱想出去消费，赌场乐意吗？你都当赌场人家是傻子。这个北京商报又出手了说股市谣言对市场杀伤力巨大，要用铁腕监管震慑股市造谣者。这个北京商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近期 A 股频频出现小作文和谣言。他说，虽然证监会及时辟谣，但股市谣言对市场杀伤力巨大，监管端、市场端应该形成合力，维护市场稳定，勿让股市谣言挫伤 A 股积极性。打击股市谣言需要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从源头抓起。造谣者是股市谣言的始作俑者，目的无外乎求名图利。无论造谣主体是谁，相关部门都应该依法予以严厉打击，提高股市造谣者的违法成本，让那些试图散布造谣言的造谣者望而却步。尤其是对市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谣言，要及时查清消息来源，抓典型个案，从快从严从重处罚，对相关责任人依法采取措施，坚决查处，用铁腕监管震慑股市造谣者。与此同时，对谣言期间有重大可疑交易的资金开展调查，查看是否存在借机操纵股价、不当获利等违法违规情形。如有发现，采取顶格处罚措施，更好的维护市场公平。这个北京商报很有意思北京商报最近这个评论员文章是四处出击不仅评论股市，对吧？他以前还评论这个特斯拉乱降价，扰乱咱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然后又评论这个特斯拉乱给员工涨工资，这个企图打击我们这个新能源产业。反正北京商报这个评论雷人的居多今天北京商报这个评论其实也很雷人他说要铁腕监管震慑股市造谣者。问题是北京商报的这小编，那造谣者就在那儿，你敢管吗？
看都不敢看，提都不敢提。那些小作文是谁放出来的，对吧？你不能光说利空的是谣言，那些什么外媒的小作文为什么后来都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呢？那这个谣言是谁放的呢？你敢去管吗？村里有那个胆吗？问都不敢问呢。有很多网友已经发现了，为什么外媒消息总是比我们要快3、4步呢？那不是一步啊，快好几步，对吧？彭博社什么那些小作文后来验证都是真的。这个北京商报的小编敢不敢问一问，为什么外媒总是先人一步得到这些消息，对吧？你只抓那些造谣的，你不抓那些就放这所谓的利好的，还不是双标吗？无论造谣主体是谁，相关部门都应该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对吧？什么叫谣言呢？这遥遥领先的预言。不过说到谣言呢，那美西方他也被谣言所困惑，但是人家是个理性的市场，也就是说对谣言他们会及时的修复。你比如说昨天就闹了一出乌龙啊，这个外媒不光造咱们的谣言啊，不光造咱们的小作文，外媒对吧？他也不放过美国的任何一个小作文机会。首先是昨天这个华盛顿邮报他引用3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这还不是1位3位。他说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助手正在研究一项新关税计划，计划对来自全球的部分商品征收进口关税。显然这一说法与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普遍关税有所不同。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特朗普现在安排几个助手在那儿研究，只对某些商品货物征收关税，不是对所有的征收关税。你看这范围一下就小了，这个关税贸易战，对吧？这个大战，这个气氛是不是就淡了很多消息人士称这一新的关税计划将专注于国家和经济安全关键行业，而非一开始就对所有进口商品一视同仁。但是尽管这一策略削弱了特朗普竞选时的部分承诺，但仍可能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这个消息称初步讨论基本围绕特朗普团队想要带回美国的几个关键产业，其中包括国防供应链、关键医疗设备以及能源生产。受此消息影响那个 A50 一顿暴涨，然后这个美股也在涨，然后美元指数跳水，人民币开始反弹，也就是非美货币都在反弹，连这个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都快速拉升了。受此消息影响那胡适的这些金融消费者那当然是激动万分昨天晚上都没睡好觉一看这是天大的利好特朗普的大棒本来以为是个狼牙棒，结果现在掏出来有点像那个痒痒挠你看这是华盛顿邮报放的小作文。但是这个特朗普早上一起来立马就开始辟谣，美国当地时间是10点，对吧？咱们是晚上。特朗普亲自在发推特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用所谓的匿名消息来源，实际上并不存在，错误的声称我的关税政策将被削减，这是错误的。华盛顿邮报知道这是错误的，这只是假新闻的另一个例子。这个特朗普跟华盛顿邮报干上了他一直指责这个华盛顿邮报就是个假消息传播制造假新闻这个制造者。特朗普说这是华盛顿邮报又一次造我的谣。这特朗普一辟谣之后一切就恢复正常， A50 对吧也就开始下跌，然后这个美元继续走强，谣言呢只产生了3个小时的作用。那这个到底是真假呢？是不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呢？这个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无论这个特朗普他的关税政策怎么样，总之对大国那肯定是相当不友好，就是关税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要有侥幸心理，广大金融消费者是空欢喜一场根据媒体报道说2024年 A 股新开户近2500万户，2024年已落下帷幕，券商全年的 A 股新开户数据正式出炉，累计近2500万户，这个2500万新韭菜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披露数据，2024年12月 A 股新开户数为198.9万户，环比减少70.9万户，新开户也从10月的高峰连月下降。不过同比来看，2024年12月的新开户数据仍然增长超70%。整体上看，2024年 A 股股票账户新开户累计1500万户，相较于2023年的2144万户，增长16.6%。2500万新账户中，个人投资者2490万户，机构户是7.75万户。你看看这个新增的里面，基本上全是散户就是一个散户为主的市场。2500万新韭菜，除非他们买中了
了金融股，也就是银行和券商，而且别动，那么他有可能是赚钱的。他买了其他的股票，十有八九啊，现在恐怕是在赔钱。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这2天又有点飘了。他先是嘲笑啊，说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终于撑不住了，后面又开始笑话这个德国的女外长贝尔伯克，说他到那个叙利亚访问啊，说叙利亚的实际控制者这祖拉尼啊拒绝跟他握手，这个他也嘲笑贝尔伯克。这个胡锡进说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终于撑不住了，他在北京时间周2凌晨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首，这意味着他也将卸掉总理职务。执着于做美国小弟的特鲁多，最终被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人的特朗普捅了一刀，而且特朗普在特朗普宣布即将辞职后，又明确补了一刀。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再次公开呼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州，而且他这次说的尤其严肃。他写道，特鲁多知道美国不能再忍受巨额贸易逆差和维持加拿大生存的补贴，所以他辞职了。相信许多加拿大人都从特朗普的发帖中感受到了羞辱。胡锡进老师啊，吃上这个特鲁多的瓜，他这个写的特别长。实际上，这个特朗普啊，他跟这个加拿大之间就是关税，没什么别的。我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笑的。特朗普认为加拿大总是向美国出口，对吧？然后呢，也不从美国进口，这不就贸易逆差吗？他就不行，我要给你加关税，要么你从我这儿进口。然后特朗普他说着说着他就来气啊，他就觉得你加拿大，你还不如做我们第51个州算了。我在想啊，国与国之间总有摩擦和矛盾，有可能是经济上的，有可能是文化上的，对吧？有可能是这种土地，这个正能量啊，小粉小红，他们是理解不了这个什么叫正常的摩擦，什么叫博弈。他们能接受的就是要么你跪着，要么我跪着，要么我揍你一顿，要么你揍我一顿，反正就这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就认为这是常态，应该这么干，符合他的调调。也就是说，你解决矛盾的这个手段呢，就是个武力。特朗普，对吧？怎么处理跟加拿大之间的这种经贸摩擦，对吧？那是他的事情，人家只要不打仗，对吧？他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对吧？双方谈判，双方你的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没毛病啊。如果这个胡锡进老师喜欢看这样的笑话，那接下来这样的笑话会层出不穷啊，越来越多啊。因为特朗普要对谁都收税，哪个国家他要对日本、对韩国都收。从这个胡锡进老师嘲笑德国女外长贝尔伯克跟这个叙利亚的那个祖拉尼握手啊，然后遭到拒绝，他也嘲笑，这显然是受到一些过去一些毒害，就是过去的那种虚假宣传的毒害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看那个文章介绍说，谁谁谁哪国家的这个总理给别人握手为了羞辱他，握手的时候戴个手套，然后握完手之后把手套扔掉，扔垃圾桶。对，我想很多人以前肯定看过这样的宣传，而有的时候是宣传这别的国家人把手伸出来了好长时间了，伸了走了好几米，然后对吧？有些国家的人才迟的把手伸出来，你显得我比你牛，我比你厉害。从这些细节里面找到一种自豪感，对吧？从这些细枝末节里面找到一些这种叫遥遥领先。你看胡锡进老师就是热衷干这事，就是我觉得正常的理解是，对吧？作为外交人员，伸手握手是一个礼仪，你不跟人家握手那是你不对。当然了，这个祖拉尼恐怕也有他的解释，不能跟女性握手。我就不知道胡锡进老师对这个他居然嘲笑贝尔伯克，你嘲笑贝尔伯克有什么用呢？是叙利亚瞧不起德国吗？人家德国法国都无所谓或者是德国法国都没有炒作这个事情，对吧？痛骂这个叙利亚新政府。结果胡锡进老师来劲了，拱火浇油。结果胡锡进老师一看，法国德国好像也没有这么批评，好像不当一回事。胡锡进老师还挑拨，他说你看德国法国在淡化这件事，人家不重视，人家不以为然，他说人家刻意淡化。所以说一个长期受这种洗脑毒害的人，那即便他到了退休了，他的脑子也洗不过来，他就没有个正常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三观是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他才会对特朗普说加拿大你成为我们第51个州吧，他会津津乐道。他认为这是要干什么？美国要灭了他的小弟，他以为跟他俄爹是一样的。特朗普是为了表达不满，特朗普的潜台词是我美国出钱，你把东西全卖给我了，然后你把我的钱全赚走了，完了相当于我养活了加拿大，他是这个逻辑。既然我养活了你加拿大，你加拿大加入我们算了。胡锡进老师他不懂很多地方是不是现在死乞白赖的要加入美国人美国不同意是不是墨西哥有个州死乞白赖要加入美国，人家都准备搞公投还有哪个地方人美国不同意不
不要啊。所以只有胡锡进老师这种人，就这种所谓的正能量、小粉小红，跟那个俄爹是一样的，对领土啊有固有的这种观念，对吧？执着于这个领土，但是呢，对俄爹抢走的领土，他屁也不敢放一个，想得到领土，但是也不敢跟俄爹提，不敢伤俄爹，对吧？不敢触动俄爹那个敏感的神经啊。所以加托老师才说啊，谁要提领土，谁要提这个历史问题，就格杀无论，那就是破坏大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所以他们才会对特朗普啊说这个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他们才感兴趣啊。最后胡锡进老师啊很幽默啊，他说电诈还是很厉害的，都骗到老胡头上来了。他说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在抖音上开通了一个直播间，每天自动扣2000块。他说我从没开过什么直播间，听着听着我就挂断电话了。春节之前，电诈大概想多捞一笔，过个肥年。大家凡接到陌生信息涉及钱的，都多存一个心眼。这个他倒是提醒的啊，比较及时啊，也很有必要，对吧？现在赚钱很难，如果再让人把你的钱给骗了，那就更不值当了。所以你只要一接到什么乱七八糟电话，直接挂断。哎，这是警察告诉我的啊。我以前就特喜欢接那个骗子电话，跟他聊一聊。就我每次接完之后啊，那个派出所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刚才是不是接了一个什么境外电话？我说是啊。他说那都是骗子，以后啊，你只要接到境外电话啊，他说你们家在外面有没有亲戚朋友啊？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要接到境外电话就挂断，就不要跟他说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